条游记安尼写，那一个做游记工作的朋友哈，那条歌词也是袁峰写的歌词。那伫背因为游记的工作，那哈伫一开始的时间，耶稣都咱们太挑战吼，也咱们多的故事吼。其中有个朋友安尼退太毕业，结果伊路唔调去都市中工作啊，结果路就觉得做邮寄的工作啊啦，种邮寄米啊，种邮寄的香蕉啦、盐酸呢，还有那个一个朋友，伊还咧算都市工作的个久的，路结局路迄拄唔调那个天气的个阴险米几来啊，伊路就伊马上弄种邮寄的工作吼。啦，过程伫尾佫多辛苦啊，佫心酸呢，也当然有佫快乐的故事啦吼。伫尾如讲像比如讲对农，其中一个如讲对农药的那个部分的一个想法，像伊如果干农药甲病啊佫杀啊，总毋得本伊爸爸深度吼，希望伊爸爸会甲伊杀农药啊，如干那个故事都该写出来哈，然后都讲演讲都讲种一个游记啊，还那个对天对地的一种工作哈，那种还能看起个良心的一个工作。还记得去年的去都安尼慈善的时节，从那个国的时节，下辈那就做游记工作的农民全部因点头啊，因为几乎。种邮寄的人都会行的歌，那个所有的那个歌唱邮寄。顺一刻，用
想啊呀，马给阿达玛，手头没有，啊，这里爱人。